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嚟到天狼美食呢個頻道，我係杜師傅。今天同大家分享嘅一個就係肥牛炒洋葱。材料：肥牛片120克，紅洋葱180克，葱段：紅葱頭1個，薑片2塊，蒜頭4粒，鹽、油、胡椒粉、生抽、開水各適量。肥牛片稍煎至緊熟，爆香各料頭。放適量嘅開水，燴肥牛一起炒至均勻即可。家常菜非常簡單，美味可口，好下飯。謝謝你嘅分享，下期節目見，拜拜。